来哦，这个7月26就要大罢免来投票，民进党7个立委今仔日到基隆，甲基隆市议会议长合体宣传罢免。吴思瑶是来质疑，讲这个当地国民党的立委林派祥无政绩，嘛痛骂国民党是野钱要来救罢免。林派祥是来回应讲，台湾是民主社会，尊重所有的发言。挺罢免的民众是真热情，因为徛伫路口邮票的人排开一口气，就有7个民进党的立委加上基隆市议会议长。民进党团5一战队今仔日一透早就分作2边，北台湾前进基隆甲公民罢团徛伫咧第一线。基隆很重要，林佩祥在立法院没有政绩，只有劣迹，他只会使用暴力。问政缺席，2350亿足够来供应2条基隆捷运的预算，更可以让我们北基桃大家都非常善用的 T-Pass 可以用25年。民进党大场面挺罢免，若反罢者的无同意，却点点啊出现伫咧公车站。虽然无直接写投无同意票，不过逐句话头拢是无同意，嘛掀起讨论。谢谢，大姐谢谢。支持的民众经过特别停落来替林派祥加油。3阶段投票最后关键的2礼拜，林派祥原来是一个人，一透早就摕看板伫咧路口拍招呼，嘛针对公车站反罢的走马灯争议做回应。林派祥表示，台湾是民主社会，就要包容所有的言论，包括抹黑甲白贼。若公车站的走马灯，伊尊重里长表达家己的立场。同意，大罢免，大成功。基隆对罢免的投票已经有1届市长的经验，互看作是民主模范的重要地区。头一波罢免的投票结果，国家会互当作指标，就看民意是徛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